这群孩子今天正是满月了，他们的感官世界已经完全激活，行动能力也在肉眼可见的提升。但随着妈妈乳汁的日益减少，抢奶变成了一件严肃而富有挑战的事情。看，有饭量可观的积极分子，就一定会有孤独寂寞冷的小可怜。所以，最晚出生的这位要加油哦。食堂打烊了，那就只能等下一顿再努力了。这是最早光临人间的两位，小黑和小花，还是和村里其他的狗一样，它们的名字就是主人根据花色随便取的。至于剩下的几个弟弟妹妹，主人索性连名字都懒得起了。也许主人的偏心是有道理的，在体能竞技这件事上，黑化组合的确名列前茅。